那上一堂课呢，我们是讲述到说，呃，一切有部呢，他对于说无我的主张。那在讲述到无我的主张里面呢，那最后面呢就提到说，读子部呢，它因为在任何情况呢都是不承许说有和运的体性呢是一或者是异的这个我，或者说呢不可以说是常或是无常，然后自己能够独立持有的这个我的缘故呢，所以它不承许呢就是有独特且有独立实体空。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讲到的，然后也是争议呢最大的一个地方。那这边呢，就是讲到说，呃，最大的争议点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看是否为佛教徒呢，最主要就是讲到说是否承许释法印。那释法印呢，就是我们讲到说，就是诸神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以及涅槃寂静。那在这里呢，就是讲到说，为什么会把这个称之为叫做释法印呢？它称为印的原因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用见解来区分内外道的时候呢，最主要的见解就变成说，是否承许释法印。所以呢，它就如同一个标志、一个印记一样。就比方说，当你承许了这释法印之后呢，就表示说你是佛教徒，就如同盖上了印章，然后呢，就是认明了你就是佛教徒。那所以呢，在释法印里面呢，讲到说就是诸行无常，有漏皆苦，诸法无我，涅槃寂静。那在讲到说诸法无我的时候呢，那我们讲到说所有的在讲述到诸法无我的这个无我呢，指的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因为呢，补特伽罗无我呢，在这里讲的呢，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那如果说读子部呢，他们不承许说真实独立之实体空的话呢，那他们是否呢不承许释法印？这个呢就变成一个最大的争议点。那在回答的时候呢，就是有两种不同的回答方式。就讲说，一般呢，我们在讲到说释法印的时候呢，也就是事部公义呢，就是所供许的，就是诸法无我的这个无我呢，一定是指补特伽罗无我，它并不会只是法无我。那补特伽罗无我里面呢，但是这里呢又讲到说，所承许的呢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那这样子的话呢，读子部它是否是承许就是释法印的时候呢？那在回答的时候呢，第一种回答会回答到说呢，是的，读子部呢，它也是承许补特伽罗无我的。那所以呢，这边就讲述到说，就是我们在承许呢，就是释法印呢是否为佛教徒的时候呢，那大家呢都是承许到说是这边所谓的诸法无我呢，诸法所无有的这个我指的是呢补特伽罗无我。那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讲到说，但是读子部呢，它并不承许呢，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那这一点呢，就是无论说是像在陆中论善显密意书也好，或是在很多的中观论点里面呢，都有讲到说，读子部呢，它是不承许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的。那这个时候呢，它是否承许到说诸法无我呢？那在回答的时候呢，会说是的，就是读子部呢，它也是承许就是补特伽罗无我，它承许释法印里面的诸法无我，因为呢，它也是承许补特伽罗呢就是无我，但是他所承许的补特伽罗的这个无我呢，并不是指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他所承许的呢是常依自主的无常依自主的我呢，所以他也是承许补特伽罗无我的。所以这边就讲说呢，凡是佛教的宗义师呢，他一定呢是承许诸法无我。那他所承许的这个诸法无我里面的这个所无的这个补特伽罗无我呢，所指的呢是常依自主的空，常依自主空的补特伽罗，而不是指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补特伽罗。所以呢，由此来做区分。那同样呢，我们在讲述到说承许释法印的这个佛教徒呢，指的是佛教的宗义师，因为前面就讲到是佛教徒呢，他不一定要承许释法印，就像我们一般的就是不了解释法印，但是呢，对于就是三宝呢有强烈信心的这些有情呢，也是佛教徒，但是他不一定了解什么是释法印，所以会叫他说是佛教的宗义师的话呢，一定是承许释法印。那其实只要是佛教的宗义师呢，他一定是承许，因为承许了释法印，承许了诸法无我，所以他一定承许呢，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补特伽罗无我呢，所指的所无的这个我呢，就是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空的这个无我。
那另外一种回答的方式呢，他们都会回答到说呢，就是如同我们这里所讲的呢，就是诸法无我呢，它所指的这个无我呢，它所指的补特伽罗无我呢，是指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无我。所以呢，是佛教的中医师呢，他就不一定呢会承许释法印。那所举的例子呢，就会以独子部呢来做例子，是独子部呢，他虽然是佛教的中医师，但是呢，他并不承许释法印。为什么呢？因为他无法承许就是诸法无我，因为呢，他不承许呢由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他所承许的呢是补特伽罗有我，因为他无法承许补特伽罗真实实体空的缘故呢，所以他承许就是诸法呢是有我的，他承许呢是补特伽罗有我的。那有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这样做回答，所以他就会回答到说呢，是佛教的中医师呢不一定呢会承许释法印，就像是以独子部来说。那对于说第二种回答的方式呢，他们会认为说，凡是佛教的中医师呢，不一定要承许补特伽罗无我。为什么呢？他们最主要理由呢，就讲说到说呢，因为佛陀呢也有讲述到说呢，补特伽罗有我的这个经典，因为呢在安利不了义经的时候呢，就会安利到佛陀呢所宣说就是补特伽罗呢有我的这些经典。那世尊在宣讲补特伽罗有我的时候呢，他的说话机一定是对着佛教徒而宣讲这些法类，并不是对着外道徒呢讲这些法类，因为讲这些东西外道徒也不会去听，所以呢，在宣说补特伽罗有我的这些说话经呢，他同样呢也是佛教徒，所以呢佛教徒呢他也是可以承许就是补特伽罗有我的，所以这是第二种成立方式的这些论师呢，他们会认为说就是佛教徒呢也是可以有成立补特伽罗有我的，为什么呢？因为佛陀呢有宣说补特伽罗有我的不了义经的缘故。那对于说我们一般呢，在承许的时候呢，都是承许第一种说法，就是承许到说呢，就是凡是佛教徒呢，都会承许就是承许释法印，因为呢都会承许诸法无我，所以呢，只要是佛教徒呢，他都会承许呢，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至于说这个问题呢，就是在以前西藏的时候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问题呢，各个厉害的这些祖师呢，他们都有他们不同的见解，所以他们彼此呢就会书信的往来。那有的就会承许说，只要是佛教徒呢，他一定要承许说补特伽罗无我。那有的呢就会回复到说，哦，是佛教徒不一定要承许补特伽罗无我，因为有承许补特伽罗有我的这些佛教中医师，所以大家呢都是有各种不同的这种观点。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些书信或是说著作呢？因为在古代的这些论师呢，他们活着那个时代呢，因为没有网络的关系，所以他们对于不同的观点呢，就只能用书信的方式，所以将自己的见解写完之后呢，传给对方，然后对方看完之后呢，他觉得哪里不合理的地方呢，还有写回信。然后呢，收到回信之后呢，他再继续写他的观点去破斥对方的这种看法，然后一来一往呢，就变成说很多的著作。那不像说现在是21世纪，就是网络这么发达，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就可以直接开直播，然后在线上直接做讨论。那不过呢，如果说是照我们一般的，就是以第一种讲法来说的话呢，就是都承许呢，只要是佛教的中医师呢，全部都是承许释法印、承许诸法无我、承许补特伽罗无我的话呢，那其实呢，在有一些问题回答之上呢，其实也是会变得蛮困难的。那就是呢，就是讲到说，就是一般呢，在程序的时候呢，都是以第一种方式呢来做程序，就程序到说，大部分就是所有的佛教徒呢都是程序释法印的，因为呢，所有的佛教徒都程序诸法无我，都程序呢补特伽罗无我。那这里所讲述的补特伽罗无我呢，所程序的补特伽罗无我呢，就是不会用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呢来做解释，而是用的就是常一自主空的这个来做解释补特伽罗无我。那如果说程序呢是程序到说都程序到说就是诸法无我，所以呢所程序的这个补特伽罗无我呢，就是程序常一自主空的这个无我的话呢，那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会问到说，好，如果说所有的佛教中医师呢都是程序就是补特伽罗无我，那请问他所通达的补特伽罗无我呢，是通达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
人无我嘛，这个补特伽罗无我嘛。因为呢，无论说是否是承许第一种，那只要是承许说就是通达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一定是通达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那既然要通达细分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那就一定要通达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这个补特伽罗无我。因为呢，我们要通达细分，要通达补特伽罗呢，就是想要说通达细分的；要通达补特伽罗无我呢，就是要通达细分的补特伽罗无我。那除了通达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之外呢，没有另外通达细分补特伽罗无我的这种方式。所以呢，如果说讲到说呢，所有的佛教中义师呢，他全部都是承许就是补特伽罗无我，但是所承许的呢，补特伽罗无我呢，是要承许常一自主空的无我，但是呢，你所要通达的无我呢，却要是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空的无我的时候呢，那这样子讲起来又会有一种不顺的这种感觉。那这边就是说，这边最奇怪的地方呢，就变成说，你所承就是补特伽罗无我呢，就是同一个东西，一个东西所讲授补特伽罗无我呢是一个东西，但是呢，你所承许的补特伽罗无我呢，跟你通达的补特伽罗无我呢，它却是变成两个不同的时候呢，这样讲起来就怪怪的。就是虽然说呢，我们一般呢在讲述到说像是承许瓶子或是说通达瓶子的时候呢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瓶子呢是同一个东西的时候呢。这个瓶子它是同一个东西，但是呢，你现在在讲到说你所承许的补特伽罗无我，所讲的补特伽罗无我是一个，那你所通达或者说你所证得的补特伽罗无我又是另外一个的时候呢，这样讲起来就会有一点，在理路上就会有一点不顺。就讲说，我们以瓶子来说的话呢，就是说，或许呢，我们在承许瓶子的方式跟通达瓶子的方式呢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说你所承许的瓶子，或者说你所通达的瓶子呢，它一定是指说就是同一个东西，就是大腹扁足能装水的这个东西，它的体系是一样的。不过我们在承许瓶子的方式，或者说通达瓶子的方式，或许会有差别，但是瓶子本身呢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在讲到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反正说你所承许的补特伽罗无我是一个东西，然后呢，你所通达、你所证得的补特伽罗无我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就很奇怪。因为像其他的法类，无论说你是通达法无我也好，或者说你承许法无我也好，你所承许跟你所通达的法无我都是同一个东西。那其他乃至于像是瓶子也好、树脂也好，或者说无常也好，你所承许的呢跟通达的都是一个同样的东西。但是为什么呢变成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你所承许的呢是一个东西，你所通达呢又变成另外一个东西，这就变成两个不同的东西了。所以呢，就是想要知道说，我们呢所承许的呢，跟我们所通达的呢，都是同一个东西。就像是刚刚讲述到的瓶子，就是我们所承许的瓶子，跟我们所见到或者说我们所通达的瓶子，它一定呢都是同一个瓶子，都是大腹扁足能装水，都是这个瓶子之外，你不可能说你所承许的瓶子呢是一个瓶子，你所通达的呢又是另外一个瓶子。那乃至于说我们在讲无常的时候也一样，你所承许的无常跟你所通达的无常一定是同一个东西之外，不可能说你承许的无常是一个，你所通达的无常又变成另外一个。所以一切的法呢，你所承许跟通达都是同一个的话呢，那为什么到补特伽罗无我的时候呢，就会变成不一样？你所承许的补特伽罗无我呢，是常一自主空的补特伽罗无我，但是你所要通达的补特伽罗无我呢，却要是真实独立实体空的补特伽罗无我，这样子讲起来呢，就会变得怪怪的。那还有一个过失呢，那这个过失无论说是放在就是哪一派来说呢，就是这两种程序哪一种来讲呢，都是行得通的。就是如果说呢，就是我们讲述到说，读子部呢，它是承许就是补特伽罗有我，那他所承许补特伽罗有我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呢就不会呢就是承许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空。但是呢，我们在讲到说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的这个呢，是属于就是具身的执着。那只要是具身执着的话呢，它一定是修道所断。就是我们凡是讲到说就是这种具身执着的时候呢，它就会变成修道所断。它因为呢见道所断呢，一定是要是遍计的。那这种具身执着，它就只能是修道所断。那是修道所断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修道所断就要安立，就是透由就是9种修道所断嘛，就是初分三品。
然后呢中分三品以及细分三品。那这些修道手段断除了之后呢，才能够断除具身的执着。那如果说呢，我们把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一点呢，如果说承许说有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话，那同样的补特伽罗真实独立的实体有呢，它就不会变成了具身的执着，它就不是具身执了，因为呢这个是存在的东西，它是有的，它是存在的法类，所以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这个执着呢，它就不会是具身的这种执着，因为呢它是正确的执着。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好，那我们讲说断除呢补特伽罗常依自主的这个补特伽罗呢，它是见道所断，所以当我们在见道的时候呢，断除了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有的执着断除之后呢，那在修道所断的时候呢，就变成说没有具身的修道所断可以断了，因为呢它是承许就是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的，所以就没有具身执。这个时候就变成说见道断完之后，见道所断断完之后呢，没有任何修道所断可以断的，所以就想说，如果承许如果说呢，就是独子部呢，它是可以承许补特伽罗真实独立有我，它承许补特伽罗有我的话呢，就会有这样子的过失产生。所以呢，当我们想要说就是承许呢，就是独子部呢，它是承许就是补特伽罗有我的话呢，那就会有这样子的过失。就是说，那以独子部来说，那他们是不是在见道所断的时候呢，他在见道无间道呢，就是正对治了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有的这个执着呢，正对治。那在解脱道的时候呢，断除了就是补特伽罗常依自主有的这种我执之后呢，那他是不是呢？他就断除了他的所有的这些所断。那他断除他的所断的时候，那他在修道的时候呢，他要断什么东西？所以要承许说独子部呢，他们在见道的时候呢，就成了阿罗汉果嘛，因为他已经把他们的所断全部都断完了，那已经断除了他们所谓的烦恼障。但是这样讲起来呢，就会变成怪怪的。所以对于今天呢，就是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呢，就是大家可以去请问，就是大家各自的上师，或者说你们可以请教的这些善知识，然后呢，看他们有什么比较就是圆满的这些理路。因为呢，就是以荣切他自己来说，他说就是对于这样的问题呢，我们很难去判断说就是无法去抉择说，哦，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个一定是这样子讲，或是要这样子讲。我们只能透过呢，就是了解了说有这样子的问题之后呢，然后再的去思维，然后呢，再的去多研讨之外呢，多去思维之外呢，我们无法断定说哪一种讲法呢才是无误的。所以大家可以就是要是有其他的一些善知识可以请示的话呢，那也可以去看看其他善知识呢对于这个问题呢，就是他们会怎么做答复。那这边呢，就是有几个问题呢，就是因为跟现在讲述的有关联，我们就先做一个回答。就是第一个就讲说，根据独子部的观点呢，如果把常依自主的我的这个执着呢安立为就是修道所断的话呢，那这样子可以吗？那你们这一开始就开个玩笑说，就是我们要用讲的都是蛮容易的，但是真的要去思维的话会比较困难。就是在讲到说，如果我们把常依自主、支持常依自主我的这个执着呢，放为具身执的话呢，会有怎样的过失呢？因为是修道所断嘛，修道所断就要是具身执。那这样安立的话呢，会有什么过失呢？那就想要说，当我们呢，就是把常依自主的我呢安立为修道所断的话呢，就要承许到说它呢是具身执。那什么叫做具身执？具身的执着就是你不需要依靠着就是忠义或者是也好，或者说依靠着善知识也好呢，那你具身就会产生的这种执着呢，叫做具身执。就是讲说，不论是依靠着就是邪忠义，或者是说邪教的这些邪导师呢，去依靠着他们的这些学说而升起的这个见解呢，这个叫做骗计。那不依靠这一些所产生的呢，叫做具身。但是呢，常依自主我的这个执着呢，它一定要透过中义的学习才有办法升起，它不可能是具身而升起的。那就是我们在讲述到说，就是常的时候，就是说，常法的补特伽罗。那其实补特伽罗是常的这种执着呢，那这个呢，这种具身执呢，我们是有的。
这是可以承许说就是支持普特伽罗是常的这种具身值呢，这个是存在的。但是呢，支持常一自主的我的时候呢，它是要符合三个条件的。它要支持普特伽罗是常，然后呢，普特伽罗是一，然后呢，普特伽罗又是自主的，就是它要三个条件都符合的时候呢的这种执着，才能够称之为叫做支持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的我。所以呢，这个不透由中义的学习呢是没有办法升起的。那我们就讲说，一般来说呢，就是普特伽罗呢是常的这个执着呢，我们是有的。那举例来说呢，就比如说，我看到小明，然后呢，我见到小明的时候呢，就是我5年前看到小明，但是中间很长5年的时间我都没有见到他。那5年后呢，我看到小明的时候呢，我发现说小明他完全就跟5年前一模一样。所以我内心就会升起一个小明在这5年呢完全都没有变老，他跟5年前一模一样。所以这种执着呢，就是一种就是普特伽罗是常的这种执着。那或者说呢，再举一个例子来说，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所点的这个油灯，那可能我早上点了一盏灯呢，然后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呢，这盏灯还没有灭，我就想说这盏灯呢，从我早上点到现在呢，都还没有灭。我会把这个灯呢，就把它执持为它完全呢都是没有任何的转变，或者说过了2天之后呢，这个灯还是点燃的时候呢，我内心就觉得说我2天前点的灯到现在呢都还没有熄灭，好像这个灯呢它是完全没有变化的这种执着。那对于这样子的常执呢，就是无论说我们是否有学习中义也好，或者说我们是否有跟善知识做学习呢，这种执着在我们心绪里面都是存在的。所以常执呢，我们是有具身的常执的。那人们现在举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就是现起的这种常识，就比如说呢，我跟一个朋友呢，就是我们中午一起吃饭，那吃完呢，可能就是1点的时候我已经吃饱，那我就出去走一走逛一逛。那等到呢我回来的时候呢，3点的时候呢，就发现说我这个朋友还在吃饭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说你从刚刚吃到现在，你到现在还在吃你怎么这么会吃？那会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比方说，我认为他从12点开始吃到3点呢，吃的这个人他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转变，因为我们就觉得说他就是从12点的跟3点这个人是完全没有变的这个人，所以我们觉得说你怎么到现在还在吃？就会觉得说好像他一直在吃的这个动作都没有做转变，他就是同样的这一个人，他一直在吃东西。那这种呢，其实就是一种常识，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跟他开玩笑说你中午吃这么多，难道你晚上不需要吃饭吗？就觉得说，从一开始12点吃饭到3点吃饭的这个人呢，他完全没有做任何的转变。那这个呢，就是具身的这种常识。那这种常的执着呢，不论说我们有没有学习中义，或者说我们没有跟善知识学习，这种心呢，都是会升起来的。那所以呢，这种就讲到说，这种呢才是具身的所断，或者说呢修道所断，它是呢不需要透由学习具身呢就能够升起的这种执着，叫做具身所断或是修道所断。那但是呢，我们这里所讲的常一自主的我呢，你要承许说普特伽罗是常，那普特伽罗呢它是一，因为它不需要就是观待的这其他的这些之分，或者说呢普特伽罗呢是自主的，因为呢它不需要观待因果的话，那这种呢你要同时承许呢，就是普特伽罗又是常又是一又是自主的呢，不学习中义呢是没有办法升起来的。或者说呢，我们会想到说，就是要吃饭的时候呢，那有人在准备食物的时候，那你可能早上看到他在准备，然后过一段时间呢，或者说他还没有弄好，就是说你这个人怎么准备了这么久？那这种都是常的这种执着，我就觉得说准备的这个人呢，他完全没有任何的改变。所以呢，因为这个理由的缘故呢，所以我们知道说，就是常一支持普特伽罗常一自主的这个执着呢，是没有办法把它安立成就是修道所断的，因为它不可能成为具身的这种执着，它一定是遍计的执着，所以呢是没有办法把它安立成修道所断。那这个问题呢，就讲到说，如果承许说出品的有我的话呢，那会有怎样的过失？因为呢，如果我们讲到说出品的，就讲到说承许就是有常一自主、常一自主的我。那你如果说承许有常一自主的我的话呢，就表示说你有承许一个常法的我。那承许有常法我的话呢，那就表示说普特伽罗它是没有前世跟后世的，因为它永远都不会变嘛。所以这就是
以最简单的方式呢，然后来破斥说就是有承许就是出分的不特切罗我的过失。那所以呢，就讲述到说，当我们承许呢有出分的我的时候呢，那第一个就是变成说，就是前后世无法安立。那前后世无法安立的时候呢，自然而然业果呢就无法安立。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前后世的缘故呢，所以造业的我跟感果的我呢，它就会变成说不同的人。因为我们造业感果一定是以前后世来安立，就是造业感果。但是现在连前后世都不成立的时候呢，那你连业果呢也没有办法去成立。所以呢，这个是承许出分的我的话呢，会有这样的过失。那细分的我呢，承许就是细分的补特伽罗有我呢，又会有怎样的过失呢？那承许细分的补特伽罗有我，就是要承许呢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然后所谓补特伽罗真实独立实体有呢，就是你要承许一个观待运体的我。但是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说，要安立我的时候呢，一定要是观待运体，因为如果不观待这个色运的时候呢，我们根本就无法去安立补特伽罗，根本就不知道说如何去安立补特伽罗，我们的心根本就无法现起补特伽罗要如何的去安立。所以呢，如果是不观待真实，就是说，如果是承许呢真实独立实体我的时候，就变成说你要承许一个不观待运体的我，但是这个呢，我们内心呢就连补特伽罗如何安立都安立不出来了。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说，就是除了应成派之外呢，那秩序以下呢，都承许说，当我们在寻找我的时候呢，就是找寻到最后呢，我们是可以找到一个不特切的施舍处的。那无论是就是秩序派以下呢，他既然承许到说，就是补特伽罗寻找到最后呢，一定能够找到一个就是施舍处。那这个施舍处呢，就是除了你要么就是一定是安立任何一个运体，你不可能离开运体之外呢去说安立。所以呢，如果说我们要找到一个不观待运体而成立的我的时候呢，那就表示说秩序派以下他们要寻找我，寻找到最后呢，应该是找不到的，因为你不需要观待运体就能够安立我的时候，那这个呢就会跟秩序派以下所有的种义呢全部都相违。所以呢，就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秩序派以下呢才会安立说像是补特伽罗事项的意识，或者说呢把意识的续流，或者说把意识呢安立为我，最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一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先回到就是课文的内容，那先回到第4页的倒数第2行、第3行，那就讲到说呢，解说地道的建立。那在地道的建立当中呢，又说明了就是所断以及地道的建立。那第一个所断呢，所断所指的呢，就是当我们呢要证的解脱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们要从轮回当中脱离出来的时候呢，那所要断除的这个呢叫做所断。那地道的建立呢，就是了解到说，那我们想要断除这个所断的时候呢，那我们所要学的对治的这些法类呢，该如何的去修学？所以由修学就是这些断除的这个对治的法门呢，然后而去安立地道的建立。那第一个呢，就是所断呢，就是主张呢障呢分为2种，那就是呢具烦恼之障以及呢非具烦恼之障。然后呢，没有所知障的这个名言。那在这边呢，第一个就讲到说所断。那所断呢，就是如同这里讲的叫做障。那什么叫做障呢？障呢，就是指说障碍或是遮止。就像说呢，我们想要看到太阳的时候呢，要是中间呢有乌云的时候呢，就会遮止我们，障碍我们看到太阳。所以如同于此呢，在讲到障碍的时候呢，就是讲到说，无论是从一切有部，然后到应成派呢所讲的，就是当我们想要获得解脱，或者说我们要获得一切骗智的时候呢，在中间呢阻挡的，或是在中间障碍的这个呢，称之为就是这里所讲的障。那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就是障碍呢又分为2种，具烦恼之上。那具烦恼之上呢，我们就可以直接理解为就是烦恼障。那另外一个呢，就是非具烦恼之障。
但是呢，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它没有所知障这个名言。那第一个呢，我们感到说就是具烦恼之障，也就是烦恼障。那烦恼障是什么意思呢？烦恼障所讲的呢，就是说我们要获得解脱的时候呢，然后最主要的障碍呢，称之为叫做烦恼障。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所谓的障碍呢，就是要成就解脱，或者说成就一切遍智呢，然后能做障碍者呢，称之为叫做障。那所以烦恼障呢，指的就是我们要获得解脱的时候呢，最主要的障碍称之为叫做烦恼障。那虽然呢，就是一切有部呢没有所知障的这个名言，没有所知障的这个名言，但是所知障呢，或是一切有部所讲的非具烦恼之障呢，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一般我们所讲的就是要证的一切遍智呢，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称之为叫做非具解脱之障。那上部中呢，就是直接称之为叫做所知障。那这种安立方式呢，就是无论从一切有部，然后到上部中呢，都是一样的，就是成为解脱最主要的障碍呢，就是烦恼障。那呢，要成为一切遍智最主要的障碍呢，就是非具烦恼之障，或是上部中就直接称之为是所知障。那这里呢，就想要说呢，具烦恼之障。那具烦恼之障呢，是只要说是具有烦恼的障碍，并不是所有的呢都能够成，就是并非所有具烦恼的呢都会是障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的障呢，这里所讲的障碍呢，无论是哪一种障碍，就是说，就是指所断。那所断呢，它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到达佛位的这个呢，称之为是所断。但是呢，补特伽罗呢是有具烦恼的补特伽罗，但是补特伽罗呢跟障碍两者呢是不会有交集的，因为只要是补特伽罗，一定不会是障碍，因为补特伽罗呢是一定能够至佛地的，但是呢，只要是障碍呢，它就是无法到佛地呢，所以称之为叫做障。那这边呢，就讲到说呢，具烦恼之障，以及呢非具烦恼之障，但是呢，就是一切有部呢，它并没有所知障的这个名言。那为什么说一切有部呢，它不承许有所知障呢？因为四部宗义里面呢，除了一切有部之外呢，那其他从经部以上呢，全部都承许有所知障。那所谓的所知障呢，就是对于说一个了知呢，它能够在同一时间呢，就是现前了知一切法的这个智慧。因为能够成为这个智慧的障碍的缘故呢，所以称之为叫做所知障，都是能够在一切法呢能够限制了知一切智慧的这个障碍的缘故，所以叫做所知障。但是一切有部不承许所知障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不承许呢有一个了知呢，就是讲说佛的一切遍智，有一个了知呢，它能够现前，就是在同一个时间，然后现前了知一切法的智慧，它不承许说佛陀的心绪有这样子的智慧，因为呢一切有部呢，他承许说，佛陀心绪里面呢，佛陀了知平直的智慧，跟佛陀他了知住直的智慧呢，这两者是不同的智慧。就是佛陀心绪里面呢，有通达各自法的智慧，但是没有一个了知呢，能够同时通达一切法的这种智慧。因为不承许有这种同时通达一切法的这个一切遍智的缘故呢，所以他不承许有所知障。那同样呢，就如同说，他们不承许呢，就是佛陀的心绪呢，有一种智慧呢，能够通达现前通达一切诸法，就是佛陀的智慧呢，是有通达就是各个不同法类的智慧之外，没有一个智慧能够在同一时间呢现证一切的法。那同样呢，在安立灭地的时候呢，也是一样，他们在安立佛陀心绪的灭地呢，就是断除了就是烦恼所获得的灭尽，以及断除了就是非烦恼所获得非具烦恼之障呢，断除了非具烦恼之障之后所获得的灭地呢，这两者呢是不同的灭地。同样呢，他也承许说，见道所断，断除了见道所断所获得的灭地，跟断除了修道所断所获得的灭地呢是不同的。他没有办法把这些灭地的功德呢，就是全部呢视为一个功德。因为呢，他们在论点里面有讲到说呢，就是所有离系的这些果呢，是要各自呢去安立的。那除了一切有部，那经部中好像也没有一起安立。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唯识宗以上的上部宗呢，它是可以承许说这些灭地功德呢，最后的体性都会变成一个一个，就是同一个，只要安立同一个灭地就好，不需要个别的去做安立。那所以呢，就是以上部宗来说，就像是唯识或是应成派来说的话呢，他在见道所断的时候呢，断除苦地所道，
断除苦地所断所获得的灭地。那在断除苦地所断所获得灭地之后呢，那接下来就是断除极地所断。那断除极地所断之后呢，又获得一个灭地。但是在断除极地所断所获得的这个灭地呢，同样呢，它也是断除苦地所断的这个灭地。所以呢，就是断除苦地所断的灭地，断除极地所断的灭地，断除灭地所断的灭地，还有断除道地所断的灭地呢，在这四地所断灭地断除之后呢，那也就是所谓的见道所断。所以这个见道所断呢，它也就是呢，就是断除苦地所断的灭地，也是断除极地所断的灭地。同样的，灭地道地所断的灭地呢，都是见道所断的这个灭地，都是一样的。所以同样呢，在成佛的时候呢，断除烦恼上的灭地以及断除所知上灭地呢，这两者呢是一样的。断除烦恼上的灭地呢，就是断除所知上的灭地；断除所知上灭地呢，就是断除烦恼上的灭地。在佛地的时候，他并不会个别去安立不同的灭地。那这无论是唯识或是中观中呢，都是如是的程序。但是呢，在一切有部呢，它并不是这样。它程序说呢，就是每一个灭地呢，都有不同的灭地，你断除一个所断之后呢，就会有断除这个所断的灭地，所以各个所断断除之后呢，安立各个不同的灭地，无法像上部中一样只安立一个灭地。那所以呢，没有所知上这个名言呢，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如同上述所说。那接下来呢，就是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具烦恼之上呢，就是第一个就是主要对于呢证得解脱呢，然后造作障碍呢，称之为叫做烦恼障。那非具烦恼之上呢，就主要是对于证的一切骗智呢，然后所作障碍呢，称之为叫做非具烦恼之障。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看到事例，就是讲到说呢，就是第一个就是烦恼上的事例呢，就如同就是说烦恼上的事项呢，就如同知识不特求呢，真实独立实有的这个分别。那这个实有的这个分别呢，就想要说这个执着，那以及呢，就是透由就是这个我执，也就是讲说这个我执呢，以及由我执呢所生的这个三毒，以及三毒的这个种子呢，那这些呢全部都是可以安立为就是烦恼障。那这个烦恼障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讲到说，就是它能够成为我们获得解脱呢最主要的障碍。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要证得解脱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断除所谓的我执。那我执在断除的时候呢，同样也要我执和我执的这些种子呢一起断除之后呢，才能够断除烦恼障。那这个呢，其实在中观中也是一样的，因为宝鬘论里也有讲到呢，就是我们因为有我的缘故呢，然后因为有我，只会把这个运体呢实施为我，然后有我之后呢，才产生了我执，然后有我执之后，才产生了各式各样的烦恼。所以呢，就讲到说，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就是我执，就是能知识不特结果真实独立实体这个实质呢，也就是讲到的我执。那我执一定是分别嘛，所以讲到说知识不特结果真实独立实有的这个执着。那接下来呢，就看到第二个，就是非具烦恼之障呢，它的事项，那就讲到说呢，如同呢知识不特求真实独立实有的这个分别的习气，也就讲到说呢我执的习气。那看到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呢，就是我们在安立烦恼障的时候呢，讲到说我执，然后以及呢我执所生的三毒以及三毒的种子。所以从这边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呢，三毒的种子，或者说呢我执的种子呢，它是属于三毒的种子呢，它是属于就是烦恼上，但是呢，就是我执的这个习气呢，它是属于所知上。那以及说我执的习气呢，也就是说我执的这个能力呢，它是属于所知上。所以我执的种子以及我执的能力呢，就是两者呢，就是要分清楚，就是我执以及我执的种子呢，是属于烦恼上，但是我执的能力呢，就是我执的习气，它是属于非烦恼之障。那上部中来说呢，就是所知上。那这个呢，就是从一切有部一直到应成派呢，都是一样的这个程序。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凡我执的种子以及我执的习气呢，二者是不一样，一个是烦恼障，一个是所知障。那以及呢，讲到说就是由我执所生的心的出众。那我执的习气呢，就是当我们升起我执之后，然后
我执升起了之后，那之后呢，他就会安立一个就是我执的习气，也就是说，他能够继续升起烦恼的这个能力叫做习气。那以及呢，由其所生心之初衷，就是会有我执产生之后呢，那我执升起之后呢，它会产生种种的这些痛苦，那这个呢就叫做心的初衷。那为什么说这边要搞清楚呢？因为呢，就是在像是中国发大师呢，他在讲述到就是解释阿赖耶识的这个论点里面呢，还是有讲到说，就是一般呢种子、习气还有能力呢，这三者是同义的。就是以一般的状况来说，种子、习气还有能力呢是同义的。为什么是同义的呢？就是以同义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就是在讲到种子的时候，种子讲的就是说能生的因。因为能生的因的这一部分的能力呢，能生的这个能力呢，把它称作是种子。那什么叫做习气呢？习气就是我执产生之后呢，它所生的这个能力，所以叫做习气。所以同样两者呢都是以能力来分，不过是一个是以它的因的缘故呢，具有能生的这个能力，称之为叫做种子。那所产生的这个能力呢，那这个呢叫做习气，是以这样去分的。所以想要说种子、习气及能力呢，三者是同义的。所以呢，虽然说讲述到种子、习气以及能力呢，三者是同义的，但是在讲到烦恼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说，烦恼的种子、烦恼的习气呢，这两者呢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烦恼的种子呢，它是属于烦恼障，但是烦恼的种子并不是烦恼。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是烦恼的话呢，它一定要是了知，它一定要是心所。但是呢，烦恼的种子呢，它并非是了知，所以它不会是烦恼。但是烦恼的种子呢，它是烦恼障。那烦恼的种子呢，它也不会是所知障。烦恼的习气呢，它不是烦恼障。为什么不是烦恼障呢？它不是烦恼障的原因呢，是因为呢，它是所知障。那烦恼的习气呢，它同样呢，也不是烦恼。为什么呢？因为烦恼的习气呢，它并非是了知。这样子的程序方式呢，是在这里我们先做解释之外呢，那从一切有部一直到应成派呢，所程序的方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这里呢，我们是想要说，就是烦恼具烦恼之障呢，还有非具烦恼之障。那除了呢，就是在非具烦恼之障里面呢，除了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安立到的，就是我执的习气以外呢，那古特一切有部呢，还有另外一种就是他们不共的安立方式。那这个呢，我们下一堂课呢再来做解释。那还有这里所有的所安立的名言呢，就是具烦恼之上，还有非具烦恼之上。但是呢，在一切有部他们本身的论点在安立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障碍呢，就是改为暗，就是具烦恼之暗，以及呢非具烦恼之暗。那就是呢，刚刚的问题呢，就是有问到说，就是我执呢，它的施设处呢，该如何的安立？那我们接着说呢，如果我们把我执的等无间缘，或者说我执的不共生上缘呢，安立成我执的施设处的话呢，那不知道说这样子安立呢，就是大家可以再探讨看看。格鲁派呢，就是建议修学过哪些科目之后呢，再来闭关会修行呢会比较好。那仁切是觉得说，他个人认为呢，就是修学菩提道次第广论呢是最好的，因为广论它里面呢，就是从下士道、中士道，然后一直到上士道呢，就是说密续的修学呢，就是全部都含摄在里面。所以学完广论之后呢，再去闭关呢，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就是说，最后问题就是想请问仁波切，拜忏可不可以断除烦恼障或是所知障？如果可以的话，是不是说拜忏呢，在摧毁三毒的种子跟三毒的习气？那仁波切就回复到呢，光靠着拜忏呢，要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呢，是不太容易的。因为如果靠拜忏呢就可以断除的话呢，就不需要修学资粮道、加行道、间道、修道、无学道的这些修学次第就不需要了。那我们在结束前呢，就把今天呢就是上课的内容呢做一个收摄。那一开始呢，我们就是先讲述到说，就是佛教的中义师呢是以哪一种方式呢来称许是佛教的中义师？是否是以见解的方式？那以见解方式来安立的话呢，那会有怎样的过失？那就是说，有的是称许说以见解，就是称许是法义呢。
为就是成为佛教徒的一个标准。那有的呢就是说承许的原因以及呢不承许的原因。那在承许说是法印是的时候呢，那又讲到说就是那像是以下部宗来说的话呢，下部宗就是以一切有部来说的话呢，他在承许像是独子部他在承许到说就是不需要，他在承许到有两派，承许独子部承许有释法印，以及不承许呢独子部承许释法印的。那承许说独子部承许释法印的呢，那最主要的就讲述到说呢，因为呢他们都是承许到说补特伽罗无我，那他所承许的补特伽罗无我呢，是安立就是补特伽罗常一自主的无补特伽罗常一自主的这个我，这个无我。那另外一派呢，就讲到说，是佛教的中义师呢，不一定要用见解来承许，为什么呢？因为他不一定要承许释法印。那就以独子部来说，因为呢，他们承许说补特伽罗呢都是有我的。那接下来呢，就讲到说，如果承许说独子部呢，想说到漏，那所以呢，在讲述到说，那承许到呢，补特伽罗呢，他是承许独子部呢，他是承许补特伽罗有我的话呢，又有怎样的过失？那他如果是说像如同上面所讲到，他也是承许补特伽罗无我，他所承许的补特伽罗无我呢是常一自主无我的话呢，那会有怎样的过失？那就变成说所承许的我呢，跟所通达的我呢又是不一样的。那这是一开始呢所讲述到的重点。那接下来就是对于说问答的部分，那问答的部分呢，第一个问答所讲述到就是如果我们把常一自主的我呢安立为修道所断的话呢，那会有怎样的过失？那就讲述到说，如果说把常一自主的我安立到修道所断的话呢，那它就是要具生值。但是呢，常一自主的我，它一定呢不会是具生值，它一定是片剂值。那第二个问题呢，就讲到说，如果我们是承许初分的有我会有怎样的过失，以及承许细分的有我呢又会有怎样的过失？那承许初分的有我呢，就变成说要承许呢补特伽罗呢是常法等这些过失。那如果是承许细分的有我的话呢，就变成说要安立一个不关带运体的我。那这样呢也同样呢会产生过失。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今天的内容。那今天的内容呢，一开始呢就讲述到说为什么要安立所断以及地道的建立。那又讲述到了呢，就是所断呢，它所代表的意识以及它的体性。那所断呢，它又分为具烦恼之上以及呢非具烦恼之上。那在非呢又讲到说他们不承许所知上，不承许所知上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也是呢今天所讲述到的。那后面呢就是又讲述到了像是我们讲到了就是种子有呢习气以及能力呢是同义的，但是呢烦恼的种子以及烦恼的习气这两者呢并非是同义的，因为烦恼的种子呢是属于所知上，那烦恼的习气呢是非具烦恼的非具烦恼之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所讲述的概略的内容。那在这边呢就是还有几个问题，就是毗婆沙中呢有没有如来藏的概念？那仁切呢回答是有。那还有呢就是讲到说像是等无间缘还有不共真上缘这一些呢，如果是安立就是我执的施设数的话呢，那变成说就是施设数与施设法呢它变成同时的形成。但是呢就是如果说安立因的话呢，就变成说这两者是无法形成的。那我们这次回答到说就是一般就是有一些不同的程序，就是施设数跟施设法会同时成立呢，是有这种安立的，有这种程序的方式。不过如果说以平直来说，就是平直的施设数呢，你要怎么去安立？因为你平直施设数呢去安立的时候呢，因为一般我们是程序说施设数跟施设法两者呢是相违的，但是你在安立平直施设数的时候呢，你除了安立平直之外呢，你就不能安立其他的，就变成说施设数跟施设法又变成同一个东西，它就变成不会是相违的。所以关于这方面的探讨呢，就是会比较多的内容。因为施设处跟施设法两者呢是相违的，那这个呢是大家都共许的。